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異說，我係神婆 Ella， 今集會同大家講飢餓先知。出生地點係英格蘭西北部柴份，以前叫車打士份。1467年，一戶好窮嘅農民生咗一個男嬰，叫做羅伯特尼克遜。呢個小朋友性格好孤僻，幾乎唔講嘢，頭腦簡單，智力比較差，村民都認為佢係傻仔。另一個觀點就係認為佢喺1605年出世。1714年，一本小冊子入邊夾咗一封信，信入邊描述一位老人家曾經見過羅伯特尼克遜，不過因為教區冇出生記錄，所以仍然有爭論，甚至有學者推測根本就冇呢個人，因為有關飢餓先知傳說全部都集中喺18世紀流行，關於佢嘅家庭資料背景唔多。15世紀有一本書記錄佢阿爸叫約翰，其他早期嘅資料都係強調佢係好窮嘅僕人或者係侍從，係文盲。不過喺當時勞動階級嚟講係好正常嘅事，反而接受過教育先至係罕見。智力有問題或者性格古怪方面，有資料話佢基本上唔講嘢，或者只係間中發出粗獷怪聲，有時會亂講嘢。佢嘅說話內容基本上都係帶有預言性，平時不修邊幅，成日喺森林附近遊蕩，間中會好似傻咗咁樣喺附近城鎮度跑，仲會生食物，例如食草或者食蔬菜。而佢嘅預言通常都喺日頭做下嘢期間，用詩歌形式講出嚟，由其他旁觀者記錄低。基本上佢唔會去其他地方，活動範圍淨係喺自己條村附近。村民對佢嘅態度，一部分係容忍，一啲就笑佢，尤其係小朋友。佢終身未結婚，依靠屋企人照顧。佢嘅預言通常都係打油詩形式，特徵係四行唔押韻，風格古老，似係未接受過教育，勞動者口語，唔係正式詩詞。詩詞之中隱晦日常同象徵意義。佢嘅預言通常帶有條件性出現，即係有一件事發生，另一件事先會出現。而呢啲預言大部分都係以佢家鄉為中心點，缺乏時間性，多數都係預言饑荒、皇位繼承同自然災害。佢成日做下嘢，就突然之間成個人定咗格，雙眼望天就咁企喺度成個鐘。正常翻之後，思路突然會變得好清晰，好嚴肅咁樣講預言，同平時完全唔同，簡直係兩個人。歷史學家約翰奧爾德米克森喺1738年所寫《尼克遜及柴份預言記述》呢本書入邊記錄咗尼克遜外形，話佢好矮，個頭好大，對眼好圓，講嘢嗰陣成日流口水，語無倫次，平時好少講嘢，脾氣暴躁，成日追住笑佢嘅小朋友嚟打，乜嘢事都係打咗先。個肚好大，一餐可以食成大塊羊肩肉。發現佢有預言能力係有一日佢同主人一齊喺田度做嘢，突然之間佢將手頭上嘅工作停止咗，手上揸住個樽都跌咗落地，主人打極佢都冇反應，就咁企咗喺度成個鐘。正常翻之後，用好正常嘅語氣話俾主人知佢過去同未來嘅事。佢嘅預言有好多，其中有啲係國家大事，例如當一隻烏鴉喺柴份教堂頂上嘅石獅子口中築巢時，英格蘭國王將被逐出王國，永遠無法翻去。據講 James 二世喺1688年被廢之前，德拉米爾森林奧佛村入邊尖塔，村民喺石獅子口中做咗一隻渡鴉。渡鴉係烏鴉其中一個品種，好多地方神話之中經常都有出現。第二個預言，當雄鷹棲息屋頂時，其承繼人將親眼目睹英格蘭遭外敵入侵，入侵者將一路推進至柴份的一座城鎮。然而一位名叫彼得的磨坊主將誕生，他一隻腳上有兩隻腳踭，到時候他居住在蒙喬德里先生的磨坊，並肩作戰，力挽狂瀾，拯救國家。James 二世被廢之前冇幾耐，德利莊園圍牆向山上倒塌，意思係教堂同正直嘅人將繼續生存。清理瓦礫嗰陣，發現一副骸骨。而1689年威廉三世登基之前，
有人喺喬蒙德利大宅外見到一隻鷹，而磨坊主彼得方便，當地傳說喺17世紀末，大巴斯教區確實有一個男嬰出世嗰陣，其中一隻腳上面有2隻腳踭。第3個預言，池水將血流3日，林中石柱沉入土中，以致烏鴉將從柱頂飲盡英格蘭最好的血。當地傳說記錄，德拉米爾一個池塘變成咗紅色，呢個情況可能係礦物質含量增加引起。森林入邊古老十字架下沉到離地面唔夠1尺位置。1688至89年英格蘭光榮革命，詹姆斯2世喺呢場革命之中被廢，係一場國王同國會權力之爭，同埋英格蘭教會之爭。另外有一本古老預言書入邊提及尼克遜事蹟，書入邊寫佢應該係1467年聖靈降臨節出世，即係復活節後第7個星期日，地點係柴份歐華鎮一間橋屋，即係細石屋。佢阿爸係農夫。預言方面都係以教會為主，例如有一日祭司失去教堂及居所，偶像立像地變成荒涼，曾供奉神像地方將樹立着文件，英文典籍將在教堂中傳播。呢個預言應該係講宗教革命，主要係亨利8世推動，目的係控制教會財產同土地，導致大量修道院同教堂土地財產收歸國有。另一個預言，亨利、查理快越過呢條溝，你哋就能贏得勝利。1485年亨利起義，1485年8月22日查理3世戰死，亨利即位成為亨利7世國王。呢個預言最終傳到去已經即位亨利7世耳中。預言明顯描述戰後情況，而呢件事淨係得皇室人員會知，其他人唔會知道。尼克遜被傳召入宮，但係佢唔肯去，話會餓死。使者話皇宮入邊廚房設施一流，食物充足，絕對唔會餓死，而且國王傳召佢一定要去。亨利國王俾佢住喺廚房嗰度，話咁樣佢就唔會餓死。不過國王好快就忘記咗佢嘅存在，而尼克遜就一直住喺廚房，成日偷嘢食。班廚師忍無可忍，將佢鎖咗入房，最後俾人遺忘，最終餓死。呢個就係稱呼佢為飢餓先知嘅原因。尼克遜資料集中喺18世紀出現，但係有非常多矛盾位，例如有資料話佢係1467年出世，又有資料話佢應該係1620年左右出世。雖然早期資料都係靠口述相傳，後期先有人用文字記錄低，但係出生時間都冇可能相差成153年。而餓死喺皇宮更加奇怪，你話俾人遺忘根本就冇乜可能，應該係刻意餓死佢。近年有專家質疑根本就冇呢個人存在，只係有人融合約克郡預言同柴份民間傳說而創造出呢個人物。好啦，今集又係咁多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